大家好，我係蔡偉雄。咁啊，今日係8月27號啦，2026年啦嚇。咁啊，今日係盂蘭節啦。咁啊，好似呢一個月份咧，唔係話咁理想喎。琴日就有26號喺呢個尼泊爾度啦，有 landslide 啦。咁啊，早前咧東京嗰度喺千葉縣嗰度咧又有水浸啦嚇。咁好似個世界好似亂晒大龍啦，跟住啲狗又咬死狗啊咁樣啦。咁其實呢個月咧真係確實係唔係咁好啦。咁啊，如果咧大家識紫微斗數嘅話咧，咁你知道廉貞化忌咧個血光之災咁解啦。咁啊，下一個月嚟緊咧就係丁巨門化忌啦。咁就好多人可能有機會會有爭拗啊，或者官非啊，甚至可能係有機會會破產啊咁樣啦嚇。咁啊，真係一個唔係幾好嘅年份啦嚇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其實咧仲想可以回應一下咧，就一啲網友啦，咁啊曾經問過我啦，咁其實係咩叫古三色啦咁樣。咁啊，古三色其實咧就係太乙六壬奇門啦嚇。咁啊係一個天地人嘅術數計算方法啦嚇。咁啊太乙咧就係計天災人禍啦。喺我舊年2026年啦出嗰本馬年運程書啦，咁我都有講過㗎啦。咁就喺亞洲地區咧裏邊咧就有一啲唔如意嘅情況出現啦，因為太乙連卦咧就出現咗出現咗一支叫做剪卦啦嚇。咁剪卦咧其實咧可以解話咧山泥傾瀉咁樣啦嚇。咁當然啦喺邊度咁啊真係冇人會知道啦。咁今次仲發生喺山區啲咁偏僻嘅地方啦，即係對於我嚟講好偏僻啦嚇。咁我係其實佢就係喺太乙神數計算裏邊咧，就係同一個方位裏邊嘅喺中國嗰個位置嗰度嘅。咁亦有啲朋友就有問啦，咁東京日本咁就幾時會唔好再地震啊？唔好再咁多天災人禍咁樣，因為個個人都可能中意去東京啊或者去日本度玩咁樣啦。咁首先咧，我之前咧就有睇過啦，咁網上面一啲即係講法啦，呢個東北位嗰度係有個五黃喺度，舊年有個五黃喺度，又會地震啊咁樣係。咁但係首先我要澄清一樣嘢啦，咁就以前嘅玄空飛星嘅術數咧係以中原嘅地方嚟做立極嘅嚇，唔係香港啊嚇。香港嘅東北邊就係東京，但係喺中原立極嘅話咧，東京就喺中原嘅東邊嗰度。咁所以咧我就有時見到呢個説法咧就唔係幾同意啦，尤其是話舊年個五黃位喺東北位度，所以東京會地震。咁但係點解東京一路都會地震咧？日本會咁多天災人禍，或者係甚至有水浸啊咁樣啦嚇。咁其實咧，如果大家咧會睇開太乙神數咧，即係中國嘅盤裏邊計算啦嚇。咁由2024年至到2061年咧，都有一粒星喺度叫做陽九星嚇。陽九星係咩咧？咁陽九星其實咧就係東漢時期嗰陣時候咧，就係一座古代嘅術數推算一啲災難性嘅嘢發生，係周期性嘅嚇。咁就佢就唔同玄空飛星話個災去咗邊度就走去邊度，係嗰個咧計法可以某程度都會準，但係咧就只係一部分嘅啫。咁如果你要講天災人禍咧，一定係用天嘅術數去計算啦。陽九86咧就2024年咧至2061年咧都會喺東邊度發生，所以咧你會發覺咧喺日本咧入咗2024年我哋叫九運嘅時間咧，特別多地震同埋容易會有火山爆發出現啦，甚至係有水災啊咁樣啦嚇。陽九就喺東邊啫，仲有個白鹿星喺邊度咧？喺北邊嗰度啦。所以咧北邊其實咧喺呢個北邊嗰度咧，亦都有一個咧災害嘅嘢發生咁樣啦。咁你問我可能話短期內日本會唔會有事情發生啊咁樣啦？以往我出流年書嘅時候咧，我都會講到好遲先出，成12月先出嚇。我今年咧就已經早咗出呢本流年書，係8月10號已經出咗啦嚇。我諗裏邊講緊嘅嘢咧都已經開始應緊。可能大家就話唔係應該2027先會應咩？而家嘅嘢同以前就唔係好一樣啦。而家咧可能九運嘅奇怪問題啦，咁所以可能啲嘢咧即係發生嘅都會好似火樣快速咁樣發生啦嚇。當然啦，你話你8月10號寫本書出嚟，冇可能8月10號先開始寫啦。之前2個月其實已經寫緊㗎啦，已經係咁，所以咧其實我睇到嘅嘢就係話2027年即係可能而家發生緊啦，有機會就係日本有水災啦嚇。坎卦就會係2027代表日本。跟住下一支咧就係離卦。離卦係講屬火咁解，離卦係屬火咁解，係代表有火災啦，火山爆發啦嚇。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日本玩嘅話咧，咁就千祈唔好去富士山度爬山啊，或者可能喺個山腳度附近玩啦。保一保安全啦，我哋叫做嚇。再近少少嘅，再望近少少咧，就係
可能有機會下個月啦9月啦就有機會可能日本都有機會有啲唔係幾如意嘅嘢發生，咁所以尤其是頭嗰半個月咧，即係9月第一、第二個禮拜啦，咁大家都可能應該避免去日本啦或者可能過咗9月份安全啲嘅時候先再考慮去日本玩咁樣啦，好嗎？